誰人能及我最好手風？亂說都開口中，今日做咩都咁順嘅。晶晶師傅啊，我今日好似做乜都事事順心咁啊！梗係啦，正月12號係呢段時間嘅大吉日，非常之適宜政府部門啦、大型機構公司啦去進行開工嘅。但係屬兔嘅朋友咧就唔係太過適合啦。今日打唔打俾個客好呢？晶晶師傅啊，今日適合邊啲人士開工呢？嚟到正月初六，法律部門嘅人士啦、行政助理同埋文員啦，仲有對客戶溝通嘅人士都非常之適宜喺呢段時間開工。但係屬雞嘅朋友就唔係太過適合喺呢段時間開工啦。喂，係啊，嗰邊你再幫我追加多3000萬，賣得好咧我就再落。晶晶師傅啊，我仲想問咧，今年仲有啲咩好日子㗎？嗱，好似你呢種海外發展嘅人士啦，收入唔穩定，同埋一啲做女老闆生意，跟住同埋一啲做女性生意嘅人士啦，都係非常之適宜喺年初一呢度開工嘅。但係咧，屬龍嘅朋友咧就唔係太過適合啦。咁旺，晶晶師傅，你又睇下呢兩隻揮春啱唔啱你？啱晒啦！如果喺年初二嚟講，做娛樂場所啦、喜慶生意啦、人力資源啦同埋旅行社咧，都非常之適宜喺呢段時間開工㗎。但係屬蛇嘅朋友咧就唔係太過適合啦。咁好似我呢啲身兼多職，仲做埋 IT 行業嘅咧？咁年初三嘅話咧，就係適合相關 IT 行業嘅人士㗎啦。咁但係就唔適合屬馬嘅朋友。點解今日好似做乜都唔順咁㗎？晶晶師傅，點解今日好似樣樣都唔順利咁㗎？因為咧年初七係一個唔適合開工嘅日子嚟嘅，所以咧大家要盡量避開啦。今日都仲係咁黑仔啊！晶晶師傅啊，其實咪仲有邊日咧都唔適合開工㗎？冇錯，就係年初四呢個日子咧，都係唔適合開工㗎。尤其是屬羊嘅朋友咧，仲會更加犯沖。咁適宜開工嘅人咧，就有教育類型嘅人士啦。打工仔邊有得揀邊日返工啊？晶晶師傅啊，其實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化解㗎？咁又唔使咁煩喎，希文。嗱，我哋咧如果真係揀唔到嗰一日嘅吉日啦，同埋有一啲嘅生肖係當日真係相沖咗嘅話咧，我哋以上都有化解嘅方法嘅。猴、鼠、龍呢3個生肖嘅配件上面咧，揀一啲嘅水晶嘅飾物啦，去進行化解啦，同埋當日可以飲多啲水，加多少少就係一啲嘅數字啦，譬如揀1號啦，同埋6號嘅數字啦，都可以進行化解嘅。虎馬狗嘅朋友咧就可以帶呢組嘅生肖飾品啦，但係咧就要避免金銀器啦，因為咧係會有相沖嘅狀況發生嘅。或者當日可以食多啲辛辣嘅食物啦，同埋着多啲紅色嘅衫褲，可以用多啲幸運嘅數字2、7。咁蛇雞牛嘅朋友啦，就可以喺呢度時間咧帶一啲呢組類型嘅金銀飾品啦，或者係當日着得 bling 啲啦，都係比較適合嘅。幸運數字係4同埋9。咁豬兔羊嘅朋友，如果想化解嘅話咧，可以帶翻呢組嘅木製生肖飾品啦，或者當日亦都可以食素啦，同埋帶多啲書，仲有去多啲公園嘅。幸運數字嘅話就係3同埋8。其他日子可以參考以上內容。堪輿學並非精密科學，節目內容只供參考。